因为大陆冷气团减了，今日气温是有小可回升，不过气象署表示，真紧，就伫咧明仔载，阁有冷气团落来会感觉寒。全台湾这个气温是差不多12度到14度。拜一各地温度拢会小可回温，不过气象署表示，因为云较济的关系，中部以北会有雨，也提醒拜二有新的冷气团报道，天气会转大变冷，全台湾平均气温伫12至14度，有的所在有可能也会出现10度以下的气温。就会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台各地附近的低温基本上都有明显的降低，北部、中部都有可能会来到12度左右低温，南部有可能会来到13度，花东也有可能会有14度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二影响台湾的冷气团，拜四、拜五就会减弱，温度也会搁再回升。到时中南部地区日时的高温有机会到26至28度，但是要注意早暗的温差大。也若拜6礼拜，因为水汽增加，北部、东半部会落雨。在基隆北海岸啊、大台北山区以及整个东半部地区，相较于前几天比较稳定的天气，整个降雨的情形会变得比较明显，所以在这些区域的民众可能会感受上是比较湿凉的天气。那如果是比较晴朗这边，就是竹苗以南这些区域，相对来讲都还是比较晴朗的。气象署提醒，这礼拜天气虽然无特别低温，但是早暗的温差大，透早嘛是爱穿好少，避免寒着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